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或者精神网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台语讲互咱台湾人听，来解说精神卫生佮有医学知识的节目。咱今仔日录音的时间伫2024年的12月。前一阵仔吼，有一个袂当讲趣味啦吼，一个足莫名其妙的即个文章吼，伫网络引起讲有人讨论，吼，就是有人无代无志去即个网络顶悬写讲，即个精神科护理师有够凉的吼，逐工做工课点半钟就好。所以即个足侪即个咱精神医学相关的即个学会啊，是护理的学会，吼，都来声明讲，即个是一个不实的言论啦，吼。这互我感觉小可趣味，吼，毋知影即个写的人是啥物心态来写即个文章的吼，可能是有伫精神科住院过，还是讲有即个熟人咧做精神科的护理师，吼，才来写讲恁即个护理师嘛无偌厉害，吼，拢咧即个甲人讲话啊，分药啊，伫遐坐咧拍电脑安尼尔。吼，事实上即个我想这就是咱为虾米要互大家较了解精神科、精神医学的即个重点啦，吼，因为就是足侪人无了解，吼，毋知影即个创啥，安尼伫物仔看会到，这精神科的护士伫病房内底，都毋是像一般的即个病房爱装来装去啊，足侪迄种大动啊，足侪注射爱做啊，吼，足侪治疗爱做，吼，毋过事实上因是开足侪时间，第一是讲，互即个病房会当顺顺放起来，吼，爱搁注意着每一个患者的即个行为，吼，注意着因的情绪的状况，吼，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诚无简单的工课啦，吼，这毋是讲每一个人拢做会来的，吼，无咱精神科应该是无啥欠护士才对，吼，事实上，即个足侪护士因是无啥愿意，吼。因甘愿讲去迄种急诊啊，吼，去迄种加护病房上班，吼，有诶护士是完全无想要来这精神科上班的哦，吼。我想大部分的人，吼，只要有经验伫咱即个精神科的病房服务过，吼，毋管你是护士、社工、治疗师，还是医师、保全，拢好，吼，你应该拢会同意讲，要伫即个环境内底。甲代志做好，其实是一件诚有压力，吼，诚无简单的一个工课。迄个忝，通常毋是讲身体的足忝，吼，通常是你的心理，吼，会感觉讲一直咧思考，一直咧感受，吼，有诚侪无共的感觉入来，吼，所以会感觉诚忝安尼。所以就有足侪来精神科病房训练的即个菜鸟啊，吼，毋管是你个少年的医师啊、少年的护理师、社工，一开始咧训练的时阵，我会感觉诚辛苦啦，吼，因为因的即个经验搁较无够，吼，毋知影讲要安怎甲患者成立一个较好的、较顺的即种治疗的关系。若换做是较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互恁看伊甲患者的即个治疗关系，通常拢较顺的时阵，吼，你就会发现讲，即个患者较听即个护士的话啊，吼，若讲即个有发生啥物代志嘛，较愿意吼，甲即个护士讲，吼，所以因咧做工课的时阵，就会较顺，吼，看起来就较轻松。总体咱即回就是要甲大家小解讲，所谓即个治疗的关系，吼，是安怎重要，伊为虾米会当产生一寡治疗的效果。一个较理想、较好势的治疗关系是生做安怎样？搁有讲即个治疗关系，伊的产生啊，伊的意思啊，吼，这背后有一寡即个简单的心理学的理论，吼，咱会当来小可讲一下。起头咱就先来讨论讲，为虾米即个患者甲治疗师之间的即个关系，吼，是遐尔重要？这治疗关系会当讲是全部精神科咧治疗的一个基础啦，
因为毋管讲咱即摆要请患者食药啊，还是讲之前有讲过当做即种脑刺激的技术，拢爱伊爱配合啊，伊爱愿意做，咱才有法度互伊即个生物学方面的治疗嘛。心理学的治疗愈是安尼，你就是患者爱相信讲，即个治疗真正对伊有帮助，伊才会愿意开时间来做。这关系好的好处，毋是干若患者较配合尔，佫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患者相信讲来遮接受治疗会慢慢好起来。就是讲，若是患者对治疗有信心，即个治疗的效果就会增加，成功的机会就会较大。这有时听起来小可像迄种一款较宗教的讲法，就是讲你相信安怎，你的未来就一定做会到安怎。听起来较神，毋过事实上我即摆讲的即个现象，伊有一个科学的证明。医学上，咱英语会叫做 placebo effect， 咱台文台语咱会当念做伪药效应。伪就是伪造文书的伪，即个假的意思。placebo 即个词伫即个中语是翻做安慰剂。我感觉即个意思毋是讲甲会妥当，因为食即种 placebo 就是伪药。伊的目标毋是甲你安慰尔，毋是讲要互你感觉较好咧。即个placebo 伪药即款物件是为着要互你感觉讲，即像一般真正的药仔共款，食了的效果。是啥物时阵，即个医学研究会需要讲调工，互患者食即种伪药呢？就是讲内底无迄种药仔的成分，但是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是甲一般的药仔共款。意思咱就是要想互患者感觉讲伊有食着真正的药仔。这就是伫要做药物研究的时阵，为着你要确定讲即个药仔的效果到底是好也是歹。但是你想要排除别款的因素，你干若想要知影讲即个主要的成分是即款病症，食一段时间了，伊的反应是安怎？所以你研究要比较时，你着爱分做两组人。一组是食要研究的即款药仔，另外一组伊食的物件虽然先甲共款，毋过内底煞无迄个主要的成分，所以就叫做伪药。研究的时阵，患者甲伊的医师拢袂知影讲，伊即摆食的到底是真正的药还是假的药仔。毋过患者会知影讲，伊有50%的机会会食着即个真正即摆咧做研究的药仔。所以咱人的大脑伫即个伊感觉伊相信讲伊有咧接受治疗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就算伊是分甲食假药仔的迄组，伊其实无食着迄主要的治疗成分哦。毋过过一阵仔，伊的镜头嘛有改善。即款事实上无食着药仔的即个治疗成分，但是伊相信讲伊有咧接受治疗的即种效应，就是头拄仔英语讲 placebo effect， 就是伪药的效应。医学研究就发现讲，即款效应伫干脑神经有关系的病症会较明显。比如讲，咱讲郁症，就之前讲着郁卒即个物件。即种矿物质的研究发现讲，我若去比较即个药仔甲一个伪药仔的即个效果比起来，会发现讲伪药仔就是无食着真正治疗成分的迄组，嘛有20-30% 的患者对治疗是有反应的，伊的镜头有小可改善。佫有讲止疼药仔嘛是啦，就是若是患者相信讲即个物件是有止疼的效果，你互伊食了，是你甲注落，伊伫疼真正会感觉较减轻咯。就有人去研究讲，即个机制到底是啥物？为虾米伊相信讲有互人治疗着，伊就自然会较好。就有人发现讲，比如你甲注一个即个一般的盐水蛇，内底其实啥物拢无嘛，无止疼药仔，但是你甲讲，互患者相信讲，伊这是止疼的药仔。结果伊的脑部会产生的反应，就会甲伊真正注止疼药仔的迄种反应，要成安尼。
毋是讲完全共款吼，毋过有一寡共款诶所在，吼，咱脑部共款诶迄种机制会互伊刺激着，吼，所以伊脑内底自然会甲迄个疼诶感觉甲动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件甲脑神经有足大关系诶一个生物学诶一个作用啦，吼。啊，毋过嘛是有人感觉讲啊，即种郁卒啊、疼啊，拢是足主观诶，吼，所以着患者讲伊无疼，啊，咱着当做伊真正袂疼；啊，患者讲伊较无郁卒啊，咱着当做伊真正较无遐郁卒。啊，着有人讲啊，你讲诶这拢是一种心理作用啦，吼。虽然咱心理学嘛内底嘛无心理作用即个名词，毋过毋知为虾米社会上就是有人感觉讲啊，这着是你家己想诶发生伫你诶即个思考内底诶代志。吼啊，事实上毋是遐尔简单，有一款病叫做 Parkinson's disease， 就是帕金索，这嘛是一款神经退化诶病。啊，毋过伊诶症头着毋是遐主观吼，伊是会当足为客观诶角度看出来讲，即个人诶症头有严重啊无严重。即款患者诶症头，伊诶迄个动作，伊诶神经退化了，伊诶动作变差吼，较无遐流利，动作变较慢，啊手会颤，啊甚至讲食物件会砸着即款诶。即种病诶患者有诶真少年就发病，啊起头食药仔反应袂歹。毋过随了时间久长，吼，可能神经搁咧退化，迄药仔反应就愈来愈歹。啊，即个时阵就有神经外科医师发明一种治疗法，就是讲会去开刀，甲伊诶大脑内底咧控制即个动作诶即个所在吼，放一个电极，就是讲用即种电刺激，刺激咱诶脑神经诶即种技术，互伊诶功能搁恢复，啊，互伊动作变较顺。啊，因为即个退化诶迄个神经是伫脑较深诶所在，所以拢爱开刀，甲迄个电极放进去内底，才会当开始治疗。啊，为着要证明讲即款治疗真正有效果，当然就是嘛是爱做研究嘛，所以研究就是真正治疗组甲一个对照诶，啊对照迄组，你嘛是爱互患者相信讲，你有接受着即个刺激诶治疗。所以伊即个对照组，就毋是干若食一个假药仔遐尔简单，伊就是真正爱去麻醉，啊，真正爱有一个手术诶迄个空喙伫遐，互患者相信讲，真正有接受着治疗，啊，因则来比较讲，即个有真正有治疗诶迄组，啊，甲无治疗诶即组，到底反应是安怎？啊，结果即个物件，即个病症甲即个治疗诶即个胃药诶效应。嘛足明显诶，就是讲患者若相信伊这真正有开刀，真正装着即个会当治疗诶物件，但是事实上内底无啊，事实上无真正装落。毋过即个足客观诶，即个伊诶动作，真正本来足严重差，无啥会当行路足危险诶跋倒诶情形，会拢得到足大诶改善。这是嘛是一个胃药效应足明显诶一款病症。啊，所以咱若了解讲咱人诶大脑。有即个机制，就是讲，当你诶心理啊、精神啊，准备讲要做啥物变化，你嘛相信讲，有得到即个机会会当变化诶时阵，伊可能着真正会产生一寡变化。这会当解说哩，毋敢讲是研究诶部分啊，其实咱一般日常生活嘛会看到足侪即款诶例。比如讲，阮母啊就爱食健康食品诶，伊拢感觉迄个健康食品食了对伊身体帮助足大诶，迄嘛有可能就是讲，因为开袂少钱嘛，所以就感觉这一定有效，真有效果。啊，讲较正经咧，就是就算是咱一般平常时咧看门诊啊，咧治疗患者诶时阵，其实若是患者今仔日甲你诶治疗关系袂歹，啊，伊真正相信讲，即个药仔对伊有诚侪诶帮助，安尼治疗起来，迄个成功诶机会嘛真正会较大。比如讲有一寡患者，你本来想讲，即个药仔食了可能过2礼拜，伊可能大概进步可能50%，安尼都袂歹啊。结果伊1礼拜后转来，伊就甲你讲，伊差不多好7-8成，伊诶治疗诶反应超出即个一般药仔诶即个治疗反应，所以即个计出来，就真有可能是咱诶即个靠一个治疗诶关系，造成一个较好诶即种 placebo effect，胃药诶效应。像咱顶回讲着
心理治疗有足侪无共诶做法，有一部分诶患者会伫迄个治疗诶初期就进步足侪，伊可能就是伊诶镜头有改善啊，伊行为嘛有小可改变，毋过这个做较久诶时阵，可能你讲做较中期诶时阵，颠倒即个进步诶反应佫无遐明显，后续佫做较久，佫有较明显诶进步。即个初期即个较紧诶即个常常加出来即个进步诶效果，嘛有可能是一款微药诶效应，就是你来一个新诶治疗关系，对伊诶未来诚有愿望，感觉讲家己真正会好起来。即个反应本身就会造成患者诶一寡心理上、行为上诶改变。这就是为虾米咱讲一个品质好诶治疗关系对患者诶治疗非常诶重要，会使讲是治疗诶基础。毋管你煞来要叫伊做虾米款诶治疗，拢一定要有先有一个诚好诶治疗关系，互患者诶精神，包括伊诶心理上啊，伊诶即个脑神经诶部分，拢有得到一个力量，伊会相信家己要开始改善啊，就有治疗诶效果。治疗诶关系，就是讲咱拢知影患者甲治疗师即个因诶之间诶即种沟通非常非常重要。毋过到底安怎做才是较正确诶？就是诚济头拄仔讲咧来受训练诶即个专业人员心内一定拢有出现过即种疑问啊，就是抓袂准安怎做即个治疗关系诶品质才会好？敢是讲患者甲我要求啥，我拢爱甲应好，拢爱互伊满足。若是讲今仔日伊想要讲啥，我拢爱全部甲听有了。那做一个人讲即种粪扫桶，互伊讲伊心肝内诶甘苦。也是讲爱像学校诶老师，甲解说讲，即个代志就是安怎，你这药仔就是一定爱食，你这啥就是一定爱做。你转去阮就是安排你偌久诶时间来转来，你拢免想，你着听我诶就好啊。是毋是即款诶治疗关系才会较理想呢？当然，即种题目就是无一个标准答案啊，无就是诚简单，逐个拢照迄个标准答案做，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诶治疗拢会当做了足顺。毋过有一寡基本诶原则，像讲治疗诶关系，既然伊是一个治疗诶一部分，所以就是治疗诶时阵才有存在即个关系。袂讲像厝内人诶关系，也是像朋友诶关系。所以通常即个下班也是治疗结束，两个人诶沟通就会停止嘛。就是讲即种关系，伊是有一个专业性，所以伊干若是伫某一个时间，伫某一个所在产生诶一种专业诶沟通。所以即个治疗师要对患者做啥物，应该嘛是拢是专业诶行为，毋管讲是互伊建议啊，是讲甲伊安排啥物款诶功课啊，是叫伊做啥物款诶训练啊，带伊做啥物款诶活动，应当拢爱是有一个专业诶理论伫后壁支持即个行为，即款诶治疗。即咱来用一寡范例来讲，可能大家会较了解啦。比如讲，咱有一寡学生伫病房，互患者讨迄个联络诶方式，私底下咧联络，即个关系就明显毋是一个治疗关系嘛，因为伊迄个场合就毋是伫病院啊，毋是咧治疗诶即个部分。甲有讲做诶行为，即个若是私底下开讲，即个开讲即件代志，像一般诶朋友开讲，这嘛毋是一种治疗诶行为啊。所以即个治疗诶关系，就是一个较无妥当，甚至讲对治疗有一寡无好影响诶即种关系。煞来一个好诶治疗关系，佫应该要有一个足明确诶目标。同好是治疗师甲患者有共同诶目标，若无嘛会当伫治疗诶中间慢慢做调整。比如讲，即个患者咱即摆诶目标，就是希望讲伊诶镜头会当改善，暗时会当困好，安尼才会当较早出院，看会当拼过年前转去厝里无。根据即个目标，才来想，还是才来设计讲，咱煞来治疗诶即个方向要安怎行。
伫即款情形之下，患者会感觉着讲，伊真正有机会会当伫过年前转去厝，伊嘛相信讲，咱即个医师护士拢是真心想要替伊解决即个问题，自然伊对即个治疗就会较配合，效果就会较好。以上即几点就是一个好诶治疗关系会看起来诶模样，就是讲伫固定一个所在，为着要做治疗，有一个治疗诶理论，做治疗诶行为，有一个明确诶目标。所以讲起来是真简单，毋过实质上要做，要甲一个治疗师甲患者会当形成一种好诶治疗诶联盟，其实毋是讲遐尔简单诶代志。咱若徛伫患者诶角度来想即件代志，你即阵仔人会有拄着一寡精神诶困扰，可能是心情足郁卒啊，困袂去啊，你嘛无看过精神科，你着找一间病院也是诊所来看。即个时阵人着无偌拄好啊，搁爱做一件以前拢无做过诶代志，心内一定是诚紧张。毋知影医生会甲你问啥，毋知影会接受着啥物款诶治疗。所以上起头嘛上重要诶一件代志，就是爱互患者相信讲，即个治疗师有专业诶能力，会当解决伊诶问题。患者甲伊诶困扰讲出来，就自然会观察讲，即个治疗师诶反应是安怎嘛所以即个时阵嘛，一件足重要诶代志，就是讲，治疗师敢有好好啊听讲，即个患者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会当了解讲伊现主是伫即个情形之下是有偌艰苦，会当展现出讲一个态度是，安尼，咱嘛是有法度来替你解决，来替你处理。安尼自然建立一个初步诶即个治疗关系了，患者可能会讲伊较侪困难啊，伊问讲想要安怎来处理啊，都会和治疗师共同来达成一个目标。所以治疗师就需要足侪技术甲能力，包括讲安怎去引导患者会当甲伊心内诶代志，安心甲讲出来。搁有讲爱甲家己个人诶即种价值判断先放做一边，莫去讲批评患者伊诶行为甲伊诶想法。续落来，搁爱有法度徛伫患者诶即个角度，感受伊诶迄个情绪，毋过搁保持你家己诶即个理性诶思考，去替患者想讲有啥物较好诶即个解决诶办法。即款心理学诶技术会当讲是伫即个治疗关系要成立诶第一步，同重要诶一种能力。即个英语诶名叫做 empathy， 就是咱有时仔听中语会听到同理心这三个字，就是咧讲即件代志。对面迄个较大诶中国，迄边咱就叫做共情。咱台语是无一个较标准诶讲法。我查字典，我感觉有一个词较活，就是同心，同齐诶同，一心诶心。即个同心诶能力，会当讲就是咱精神科专业人员诶一个基本能力啦，就是咱徛伫患者诶即个所在思考，我若是伊，我即马可能有啥物感觉，我即马可能有啥物困难，我即马手头有啥物会当用诶资源，再来甲患者讨论讲，续来要安怎治疗。这袂输像讲咧，甲你家己诶大脑诶一部分，你即个思考诶能力，借互即个患者，替伊顾前顾后，补足伊迄个现主时可能较欠缺诶能力，互伊有法度度过即阵仔诶困难。所以这治疗诶第一步，要形成一个治疗诶关系，其实就是足需要使用着咱人诶大脑诶足侪机能啦，毋是讲一件介简单诶代志。所以无怪即个足侪人讲，即精神科咧看患者拢爱博感情，因为你真正你诶大脑，你诶即个感情诶部分，确实
使用就会受到一寡影响，嘛无怪咱头前讲这精神像讲护士咧治疗患者，这是毋是身体会忝吼，但是伊诶精神事实上嘛会较忝。安尼以上讲着一寡即个治疗关系是安怎产生啊吼，伊有啥物款诶特色啊吼，甲有讲这治疗诶关系会透过即个医学上即种围绕诶效应吼，造成一寡治疗诶影响。其实阁有足侪眉眉角角吼，足有路诶代志，这可能无法度伫即摆着说明甲足清楚啦吼。比如讲台语即件代志吼，嘛是有影响诚大。像我今仔日有一个患者，伊本底互我看，前几个月换医生，互另外一个医师看。今仔伊提早来找我，讲伊爱困药仔提早食完啊。我就甲问讲，拜托你到底平常时药仔有好好食无？伊甲我应讲，我是拄着你才坦白甲你讲，伊药仔是安怎食。我甲进前个医师，我拢甲因转尔。因为咱另外一个进前甲看诶医师，台语较无练转，可能拢用中语咧向即个患者沟通，因为伊是少年人，所以即个患者等到拄着一个会当甲伊讲台语诶人诶时阵，伊即个讲诶代志就会较无共款安尼。我个人是，若是拄着讲台语诶患者，我会较有耐心啦若是大家万不有来看我诶门诊诶麻烦甲我讲台语较好势。以上就是即回对精神科治疗关系诶小解。咱若对节目诶即个内容有问题，拢会当寄电子批来，也是伫即个面册分page留话嘛会使。感谢你诶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再会。